扶乩呢個源自東亞民間信仰嘅儀式行為，表面上係一種借助神靈指引、書寫神諭嘅溝通方式，實質喺靈性嘅深層結構中，蘊藏住極為複雜而且危險嘅屬靈操作。佢嘅儀式形式雖然具有文化地域性，但係佢嘅內在邏輯卻同全球各地靈媒現象有住驚人嘅一致性。人類企圖跨越神所設下嘅靈界邊界，擅自召喚超自然力量，進行預言、問卜與指導。喺扶乩儀式中，所謂降靈寫字，其實係一種主體意識嘅部分讓渡。乩童需要進入一種半清醒或者催眠嘅狀態，使自己嘅意識處於懸置甚至空白嘅狀態，先至能夠讓靈借住佢嘅手寫低被視為神意嘅信息。呢一個過程嘅核心，正係一種靈與人嘅接管協議，即係人嘅意志退位，靈嘅力量得以進入並操縱肢體。問題在於，當人交出主權，究竟係交俾邊一種靈？嗰位自起初就設立界線，禁止人招魂問卜嘅創造主，從未授權任何靈與人進行咁樣嘅溝通，咁應答嘅靈就只能來自另一方嗰啲墮落、唔屬於光明、專以偽裝真理為職分嘅邪靈權勢。佢哋或假冒先人，或偽裝神奇，甚至可以準確講出人心隱密嘅事，以取得信任與依賴。長久落嚟，參與者唔單止依賴呢類儀式嚟作決定，更逐步將靈性主權交付俾呢啲非神嘅聲音。而咁樣嘅交付看似理性與虔誠，實質正係靈裡最深嘅背叛。人不再仰望天上嘅造物主，而轉向地上可以操控嘅靈體。扶乩嘅乩喺古文中本意為擺動之器，佢嘅象徵意義正說明咗呢場儀式嘅本質，唔係神嘅降臨，而係人嘅晃動；唔係啟示嘅啟迪，而係通靈嘅迷亂；唔係信仰嘅穩固，而係意志嘅漂流。真正嘅啟示從來唔會透過被催眠嘅靈媒而嚟，真正嘅神諭亦從來唔會透過塵世嘅擺動之筆而啟示。嗰位創有萬有嘅主，從來唔會藉住扶乩對人說話，佢所揀選嘅通道係悔改，係信心，係佢親自啟示嘅道與靈。因此，扶乩唔係傳統文化嘅無害象徵，而係一種屬靈主權嘅錯位。當人越頻繁地向靈筆傾耳，就越難聽見來自永恆嘅真正聲音。最終，人唔再問神嘅旨意，只問乩筆寫咗啲咩；唔再敬畏真理，只盼望靈嘅即時回應。呢個正係撒旦最熟練嘅計劃，使人遠離真光，卻誤以為自己更接近神。